实我是58年次，可是每个人都认为我是58岁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操劳过度了哈。带着自我揶揄的开场白，出自麻薯最大代工厂第3代之口，道出走向自有品牌的心情冷暖。我们最大的代理商，好，就是看到我们的生意很好，就买我们的设备做我们的生意啊，所以我们就是那段时间生意都没有了。在危机威胁下，陈世阳到日本取经，学和果子的技术和细致的造型概念。他把传统的绿豆糕内包红豆馅提味，发现绿豆味道更明显。2种豆馅颗粒口感不同，绵密中尝得出层次感。入口的冰凉则是它的秘密武器。因为我们做我们和果子的技术，把它运用在这里了，冰过，可是它的那种含水量，它不会因为冷冻之后把它变干掉。可以冷冻解冻，不影响风味。麻薯的保存期得以延长，成了商品销售的关键。陈世阳回想，危机果然就是转机，还意外在创业过程帮他找到人生的另一半。我老婆就看到我很辛苦哈，来帮我的忙，好，所以我们这样就是这样结为夫妻的。创业时第一部机器还保留着，工厂转型走向和果子文化馆，成了新北市的观光地标。10年打下的成绩，陈世阳还在想如何结合更多台湾食材，丰富麻薯的面向。我立志不做总统哈，可是我立志要做麻薯的这种代言人。用一句话来形容你自己一路上的心得。我感觉只要肯努力就会成功。只要肯努力就会成功。客家话怎么说？种爱很大饼，就会成功。对，种爱很大饼，就会成功。笑说20年努力的痕迹都留在身上了。陈世阳跟太太更希望留下的是属于台湾独有的和果子文化。种爱很大饼，就会成功。种爱很大饼，就会成功。